来看桃园国际机场的南跑道，初三开始年度的维修，只剩8边的跑道通使用，嘛造成真侪航班受到影响。桃园机场公司是表示讲塔台会加强应变来减少飞行机伫空中等待的时间。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宣布讲，暗时12点进前维修得提早完成。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桃园国际机场南边跑道，初三早起10点封起来做年度的整修，按算封起来54点钟，敢若剩8边跑道提供起落。地属飞行机都要转去高雄甲上山机场降落，甚至起飞晚分，引起旅客不满。不过嘛有旅客感觉无要紧。应该是2个小时半以上，风向有改变，然后机场没跑道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上面又盘了快4分钟吧。说会不会担心说你们的飞机也 delay 这样？因为我们有补偿，没关系啊。初时之间拢总有超过640个机抓，不过早起 Flight Radar 24，就是飞行状况的画面显示，还是有几啊架无正常的航班。针对南边跑道整修影响飞行机抓，机场公司表示，初三航班的量是698班，量有较济，因为敢若一个跑道咧运作，地处影响起飞的航班开始出现无共程度慢分的情形，其中有12班换去其他的机场降落，了后才搁倒转来。离场航班准点的比率是53%，超过一半以上。在30分钟以内的是占14%，那30到60分钟的大概有11%，那1到2小时的有12%，那2小时以上有10%。机场公司表示，已经有积极来应用，嘛有讨论甲开应变会议来精进相关的作为。塔台的部分，嘛会增加流量管制，甲飞行机抓人的时间，减少伫咧空中拍酷势等待的时间。今日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宣布，整修的时间会缩短时程，提早16点钟，按算会提早到暗时12点完成，以及双跑道起飞甲降落。记者综合报道。